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21号。今仔日是新年的除夕夜吼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撒母耳上卷15章34节到16章13节。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罪人受苦调。耶稣基督讲，健康的人毋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着。圣经讲，我爱怜悯，无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恁家己去揣摩。我来毋是要钓义人，乃是钓罪人。这句话必须爱伫咱的头壳底一直去思考，安尼咱才袂去有错误的思想。因为有人讲耶稣真袂晓经文图啦，犹大出卖伊，彼得好人伊。其他的也走了了。也有人讲上帝真袂晓敬服人啦。扫罗王失败，大卫嘛犯错。所罗门王将国家治理甲分裂，列王呢，一个比一个更较歹。这类的讲法就代表人对着呼召，还是讲救恩这个真实的意义并无清楚啦上帝要爱呼召的人，并毋是义人，但是这嘛无一定是咧讲基督徒就会当一直犯错，因为咱是罪人，咱是得到呼召的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，安尼讲着旧人甲新人。所以我讲，着爱伫主内底确实的讲，恁的行事毋通阁亲像外邦人存着虚无假的心来行事，因的心愚戆，甲上帝所赏赐的性命隔绝啊！嘛拢因为家己会无伫心内公义，良心既然得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济济的污秽。恁学的基督却毋是安尼。如果恁听过伊的道理，领伊的教示，学伊的真理，就得爱脱去恁较早的行为顶悬的旧人。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，渐渐来变歹。佮着爱将恁的心智改换做新，并且穿着新人。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做的，有真理的仁义甲圣洁。罪人问呼召是为着要来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，要来改变原来的性命，进入着恩典。扫罗王并毋是因为伊真完美来受到呼召，咱知伊是因为家己看家己伤过悬，掠做家己就会当来献祭啊，毋免等候到撒母耳的来到。嘛因为安尼，伊就得罪着上帝。上帝因为安尼就甲伊排斥掉。另外就呼召来高抹大卫来做伊的仆人。圣经记载讲，撒母耳转去到伫拉玛，扫罗上到伊所住的基边啊，转去到伊家己的家去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，无搁再见到扫罗。但撒母耳为着扫罗悲伤，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伊做以色列的王。圣经记载，上帝吩咐撒母耳，着爱去找大卫，
有定要互伊来接棒，担任以色列的王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讲：我既然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着伊悲伤要到什么时阵？你将墨的油填满这个角，我差遣你往北地行亚西遐去，因我伫伊的囝的内底要有定一个来做王。到落尾，上帝敬大卫，佮较毋是因为伊真完美，也是讲伊真顽强、真勇、真会享受有说烧钱的本钱。当时大卫和撒母耳嘛看不在眼内，但是上帝安尼提醒撒母耳讲，毋通看伊的外貌甲伊的身材悬大，我无要敬伊。因为耶和华无亲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亚西的这个囝，上帝拢无介意，到伫最后才将上世伫外口咧负责放羊看羊的大卫叫倒转来。上帝要求撒母耳来高抹大卫。咱看见撒母耳的记载，撒母耳对亚西讲：“你的囝拢伫遮吗？”伊回答讲：“还阁有一个上世，即马咧顾羊。”撒母耳就对亚西讲：“你叫人去叫伊倒来，伊若毋来，咱就毋免坐倒。”亚西就打发人去叫伊倒来，伊的面色红光赤赤。目睭真清秀，伊的面容真水。耶和华就讲：“这就是伊，你起来高抹伊。”撒母耳就用角内底的油膏，伫伊的正兄的面头前来高抹伊。对即日开始，耶和华的神就大大感动着大卫。撒母耳就起身，转去到伫拉玛去啊。大卫伫人的眼中，犹原是无完美，伊年纪阁小，身材阁矮，但是上帝却拣选伊，这是咱用人的眼光无法度理解，就亲像耶稣基督伊呼召利未同款。耶稣基督呼召利未的时阵，并毋是考虑社会观点。身躯边的法利赛主义的标准，或者是经学士的心血，乃是因为利未需要主的恩典。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安尼记载讲，这个事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到一个捡税叫做利未，坐伫税关顶悬，就对伊讲：“你来跟对我。”伊就放下所有的起来跟对耶稣。利未伫家己的厝里，为着耶稣摆大宴席，有济捡税甲别个人甲因做伙来同坐倒。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就耶稣的门徒来埋怨讲：“恁为什么甲捡税甲罪人做伙来啉食呢？”耶稣就对因讲：“无病人无需要医生，有病人才需要。我来本地毋是要召义人悔改，乃是要来召罪人悔改。”耶稣所讲的就非常明白啊！咱得到恩典，蒙着上帝的呼召，拢是因为咱需要救恩，咱需要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当咱蒙恩得到呼召了后，咱就需要努力来改变咱的生活。亲像以弗所第4章所甲咱讲的，咱必须爱活伫新的生活的准则内底，爱离开一切旧的歹，努力用文字来三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
彼此饶恕，因为这就是救恩的呼召的目的。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得惊什么人？上主是我的性命的保障，我要惊什么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绊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犹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这项，互我一世人伫上帝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，追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秘伫伊的厝内。伊会甲我放伫石板顶，互我的头仰悬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片内欢喜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感谢主赏赐阮恩典，互阮会通得到呼召，也求主互阮来学习你的模样，用饶恕的心彼此来接纳，用怜悯的心互相来相恩待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